榮獲提名最佳男配角喜劇鬧劇包括張艷、袁超、中英劇團。我擺翻個貴人款，揾對眼氹氹圈咁一掃，然後話俾佢哋知我係咩身份啊？而你哋又係咩身份啊？好實際，請你留下足支筆墨俾我。梁澤宇、空的空間，香港話劇團。咁你都唔想你仔女覺得爸爸係個偷呃拐騙嘅壞人嚟㗎係嘛？你都唔想佢哋第時問起你，爹哋點解呢間屋咁靚但係咁平租？而你要答佢哋話，係啊，我喺冇善良嘅鬆鬆手上面呃翻嚟㗎。葛民輝、Dida、風車草劇團。而家我哋嗰個中樂團得嗰3丁友，人哋家陣話係人數太少，好尷尬啊！俾着我都尷尬啦，更何況人哋係八和會館嘅邊個汪明荃喎。我都係第一次頒獎嘅，其實第33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配角喜劇鬧劇，恭喜你 Dida 風車草劇團葛民輝。時間交俾你，阿哥。唔好意思啊，突然間蠶亂波病。咁其實咧，我首先要多謝劇協，記住嘅，同埋評審團啦。跟住咧，一定要多謝風車草三子啦，分別有阿祖啦、阿 D 啦、阿君啦，同埋阿金毛。金毛只係頭先我 Lilian， 即係嗰個乜色嗰個啊，我只係知佢金毛係啦。陸欣陸欣，因為成個團隊咧好感激，冇咗陸欣啦、阿 Wing 姐啦。鄭公子啦，咩司神嘅咧，我冇可能喺葵青劇院有個車位嘅，因為開工冇留車位，要我搭地鐵走咧，我會覺得好黯然咁樣，好失落咁樣噶。咁喺呢度多謝大家，咁同期提一提大家啦。因為我只係上一個學年度嘅校長，而嚟緊咧新個學年咧，風車草嘅 Dida 會 come back。係咪啊？你 rerun 啊嘛！新嘅校長咧係阿秋生嚟，咁大家踴躍咧去買飛，但係可能冇晒㗎啦，因為葵青劇院爆咗啦嘛，咁可能改去沙咀嘅球場下邊嗰度啦，做神功喺度借個台，繼續 run 啊係。咁如果想支持風車草，可以繼續買佢其他劇目嘅，嚟緊有個 Anna， 你可以買嘅，不過要坐飛機去倫敦睇嚇。好多謝晒㗎，希望大家可以劇場見，多謝，感激。恭喜晒你！